補習社一億請天王轉型辦日校，末代會考唔單止考生擔心出路，有補習社都怕新學制會少咗人補習，預期生意會大減30%，於是斥資1億，挖角多個補習天王過檔，開辦預科日後課程。Mr. C.Y. Chow， 佢嘅年薪高達2500萬。而家因為冇咗會考啦，咁其實我哋對於補習呢方面其實暫時都唔係咁樂觀嘅，所以會先做好咗日校呢方面嘅嘢先。但一直有喺度開補習班嘅英文補習天王 K. O.Ting 仲未傾掂合約，唔見影。教日校其實好多嘢做㗎，即係你要真係親身去面對學生好多嘅問題咯。而且康橋嘅目標收成3000人呢，如果可能我一個人處理到10幾20班咯。補習社就話會主力提供本港預科同埋英國國家高級文憑課程，兩個課程嘅學費每個月分別都要近2000蚊。補習社網頁仲標榜呢個課程可以100%升讀英國著名大學，但係事實上唔少個學校其實仲要求學生同時喺國際英語水平試考到一定嘅分數先至會取錄。